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
大家平安。今天10月15日，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将自己摆上，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祝福着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拣选，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此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跟着你来走，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恩典与祝福，让我们有信心的往前走每一步。主啊，我们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因为你用大能来赎回我们，你用重价赎回我们，因着你上了十字架，让我们得着了救赎。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拣选了；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得着这美好的属灵的果子。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恳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着你来赢得这世代的灵魂，来带领更多人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恩赐。主啊，主啊，坚固我们，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合一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继续的来跟随你。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也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因此
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加添我们的信心，宣告主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10月15日，让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第11章第12节到第12章第14节。何西阿书第11章12节到第1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上主说：以色列人用谎言诡诈包围着我，犹大人仍然背叛我，背叛信实神圣的上帝。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捕风捉影，他们当中诡诈暴行不断增多，他们跟亚述订条约，又拿油进贡埃及。上主指控犹大人，他也要照以色列人所做的报应他们，惩罚他们。他们的祖先雅各还在母胎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哥哥以扫争斗，长大后又跟上帝抗争。他跟天使摔跤得胜，哭求天使祝福他。上帝在伯特利遇见我们的先祖雅各，向他说话。这位就是万军的统帅上帝，他要被称作上主。所以雅各的后代啊，你们要归向上帝，要实行不变的爱，伸张正义，始终等候你们的上帝。上主说，以色列人像迦南的商人一样不诚实，他们惯用2样的天品欺诈顾客。他们说，我们有钱，我们发了财，没有人敢指控我们发横财。我是上主，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我要使你们再住帐篷，像当初在旷野会见你们的时候一样。我向先知说话，使他们看见许多异象，又借着他们警告我的子民。可是基列仍然充满罪恶和偶像，那些拜偶像的人都要死亡。他们在吉甲向公牛像献祭，他们的祭坛要变成荒野中的石堆。先祖雅各逃难到美索不达米亚，为了娶妻，他们在那里替人家放羊。上主差派一位先知到埃及去，把那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解放出来，照顾他们。可是以色列人激怒了上帝，他们的血债要归他们身上，他们藐视主，所以他要重重地惩罚他们。接着也让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11章第12节到第12章第14节，让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领受？其实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其实也都让我们有一些看见和领受。许多时候，在跟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在分享说，当我们在灵修，并不是进到解经里面去，并不是要去查考许多的资料，而是在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来跟上帝对话。当然，我们有需要一些时间去做研经，去做查经，去看一些注释书，去了解一些当时的历史、地理的许多的背景。然而，在这当中，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上帝的话来对你说话。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大部分人都喜欢查经，然而查经只是许多知识性的输入。我们看到查经有许多人被改变了，因为真的把上帝的话语放到生命里面去。但是有许多人查经只是来参加聚会，只是来增加了许多的知识，然后互相的攻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似乎也进入到就像以色列的状况里面去。在人与人当中是互相攻击，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在互相的攻击。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进到上帝的心意里面去？其实当我们继续在读经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上帝一直在透过先知，一直透过这许多的人，希望让我们归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而不是一直在钻牛角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所以当我们能够不断的读经，不断的领受上帝的话语，也才能够不断的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也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心意当中。所以当我们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愿不愿意回来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带领我们。所以在当中，当我们在看以色列跟犹大两国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的一些差异。许多时候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太大不一样，但是也可以看到犹大这个国家是上帝特别拣选的。这个国家里面包含了犹大支族跟便雅悯支族。犹大支族是大卫的这一个支派，便雅悯、基比亚是扫罗王的这一个支派，而这两个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王，以及他们的后代。因此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拣选的以色列人雅各，而是当中我们看到雅各的后代当中，上帝又特别拣选了便雅悯跟犹大。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边在讲到说，上主说以色列人用谎言诡诈包围着我，犹大人仍然背叛我，背叛信实神圣的上帝。所以都一样，这整个国家，这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还在这当中继续的得罪上帝，继续的离开上帝很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当中一直在呈现出来的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大人，这当中他们依然依循着去寻找着自己想要的，靠着自己的能力，甚至去拜其他的神。所以这当中总和来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来，不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上帝。所以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依然用诡诈，依然用谎言，而犹大人依然在背叛信实神圣的上帝。因此在这情况当中，让我们回来看，那我们呢？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
都是捕风捉影。很多时候我们说捕风捉影，好像就是在传八卦啊、闲言闲语之类的，但是也可以来看说，如果用单这字面来看，这是不是一些捕风捉影？是不是都是没才刚？你抓得到风吗？你抓得到影子吗？你用了这么多的心力在当中，但是真的有这样的去实践它吗？真的能够达到什么吗？所以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捕风捉影，他们当中诡诈暴行不断增多。所以当我们在看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团体里面，不管是在哪一个群体当中，都会看到，当我们没有依靠上帝，没有让上帝的灵真实的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陷入在这里面。所以让我看见的就是不断的在捕风捉影的时候，不断的在努力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怎么做都是不拆缸。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很多人在做事情也是一样，不管是我们在说的事半功倍、事倍功半，我们努力的在做。就像以前我们也常在讲，虽然你很努力，但是方向错了，什么都是多余的。我们的生命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都要陷入在某个境况当中，努力在做，努力在做，努力在做，但是你的方向错误了。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回到上帝面前来。但是第一个步骤是非常难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很简单，你就是回来，好好的敬拜上帝，好好的领受上帝的话语，好好的让自己回到时代当中，凡事求问上帝。但是这么久以来，我们发现，不用说别人，我们自己都一样，说得到不尽然做得到，说得轻松做得很难，知易行难。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是如此，我们知道，但是真的要做呢，很难，一直达不到。所以这才会进入到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所知道的善，但是我却做不到。所以这也是如此，他们知道了这些，但是他们就是要能够眼睛为凭，要能够看得到、摸得到。其实我们生命也常常陷入在当中，我们也常常想要摸得到、看得到，照着我们想要的去得着，照着我们自己规划的去完成它，而不是回到上帝面前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去看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来做。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跟亚述订条约，又拿油进贡埃及。这也是我们常来做的啊，我们极力去讨好人，但是却不愿意花一些心思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很努力的在追求人的这方面，但是却不愿意花许多心思在上帝的面前。其实就像在教会里面服事一样，其实听过许多教会在分享，教会的牧养有什么困难的？当我们愿意同心合意回到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在当中付上代价，摆上自己的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灵修，一起让上帝来带领。在当中，我们能够在一起，有团契的时间，就会发现所有的服事都很简单，所有事情都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心智，我们要有同样的领受，我们领受同一个圣灵的同在，同一个上帝在带领我们的。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四分五裂的，他们或许拜耶和华上帝，或许没有，但他们拜更多的是巴力、亚瑟拉女神、摩押等等的这些神。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拜那些金牛，但是就没有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来。而且当我们在看十诫的时候，里面也讲到说，
不是在拜那一堆东西，只能单单的信靠上帝，不能只要这个又要那个，要单单的仰望上帝。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单单的仰望这个上帝，不是你要这个又要那个，不能同时要这个又那个。上帝就只有这么一个，我是唯一的上帝。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都急于去追求其他的，我们要让我们父母认同我们，让我们上司认同我们，我们要找了很多资源来帮助我们，但是在当中看见的就是我们不愿意让上帝来带领我们，来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在这所有一切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那一样，即使你做了8成9成非常的好，但最重要的那个没有。就像我们这世代里面在讲的，我们在追求许多东西，我们在追求的非常多，就像是在追求那有许多的零，但是没有前面的1，后面的0都不算什么。很多人说，你给我的钱，我要8个0、9个0，但是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不管它几个0，但是没有前面的1、2、3、4、5、6、7、8、9，没有前面的1，后面这些通通不算什么了。因此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真实的让这一些进到我们当中来？虽然我们很努力在追求那些，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那一个，要有那唯一的上帝。所以这边让我看到的就是如此，在追求这许多，但是唯独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跟亚述订条约，拿油进贡埃及。这边说，上主指控犹大人，他要照以色列人所做的报应他们，惩罚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犹大跟以色列好像也不一样，但是在许多时刻我们也看到这2个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差异。所以这边讲到说，上主指控犹大，他也要照以色列人所做的报应他们。这当中我们看到这2个兄弟其实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抗争。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跟以东人，也就是以扫，或者说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其实我们看到从伊罗波安跟罗波安开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竞争，很多的战争持续的不断的在发生。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从他们的祖先雅各还在母胎的时候，就开始跟哥哥以扫争斗，长大之后又跟上帝抗争，他跟天使摔跤得胜，呼求天使祝福他。上帝在伯特利遇见我们的先祖雅各，向他说话。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在争，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抓着要出来，就开始在争，然后在成长过程当中去抢得那长子的名分，在这过程当中又抢得长子的祝福。当他逃跑的时候，在伯特利的时候遇见了天使，跟天使摔跤，遇见上帝，也让上帝来祝福他，对他说话。在当中他经历了上帝就在这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上帝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常常像雅各一样？其实雅各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会发现他很没有信心，他很软弱，许多时候会发现他要把所有东西都抓在手上，他才能够安心。即使抓在手上，他要回家的时候，他要到以扫那边去的时候，他依然有许多担忧，许多的害怕。他也做了很多的预备，
让他的牛羊仆人4个太太先往前，他记在最后。用人心来看的话，也就是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依然可以先逃跑，把他最爱的太太放在最后面，但是也在走在他前面那一批。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雅各所说的就是如此。而在当中，他讲到说，雅各的后代，你要归向上主，要归向上帝，要实行不变的爱，伸张正义，始终等候你们的上帝。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啊。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在做的就是你们要来礼拜，你们要来参加聚会，但是有没有在讲的是你要来灵修，你要把上帝放在你的第一位，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真实的生命。当一个人真实回归到信仰里面，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相信聚会对他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他生命没有上帝的时候，你跟他讲再多都没有用。所以这边在讲到说，你要等候你的上帝，在等候这上帝的时候，也在经历这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恩典与带领。而在当中，在这所有事情里面，我们看到要归向上帝，要实行不变的爱，要伸张正义，要自始至终等候你们的上帝。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很需要如此。这是上帝透过何西阿对以色列人民的提醒的呼唤。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是不是也被上帝在呼唤？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来经历。愿上帝就在这种当中来带领我们，也愿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听得进去。因此当我们在这样走的时候，也在看究竟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些。所以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像迦南的商人一样不诚实，他们惯用2样的天平欺诈顾客。2样的天平，这也很像是我们以前台湾，现在可能没有。然而我们现在社会也常是如此，不一定真的天平，也像我们在讲的双标。对待自己跟对待人不一样，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双标，对别人很苛刻，对自己觉得无所谓，对别人就是觉得你要这样那样，对自己。所以当中我们也看到，刚在读经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哇，牧师就应该是很有信仰的人，应该要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怎么样。甚至有人会来检验牧师你是不是这样那样，但是也会来看我们有没有去检验我们的长老执事是不是都在信仰里面，都在当中领受上帝的话语，都在领受这当中。更重要的不是在检视牧师长老执事，是在检视自己，我是不是活在我要求别人的那种标准当中，我是不是依然在当中持守向信仰，虽然软弱，我依然要前走；虽然软弱，我依然要继续跟随。以前跟一些同工在分享的时候，也是跟他们说，其实网络上这些资料不尽然都要用，但这些都是好东西。当我们能够单独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安静心。接下来在半个小时、1个小时、1个半小时当中，让自己好好灵修，跟上帝同在。我们依然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有许多生命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灵修，没有办法好好读经，我们就可以用线上的资源，包含牧师的分享，包含我们同工的晨祷祭坛等等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资源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在上帝面前继续的来敬拜上帝。
所以我们在讲说灵修、聚会、读经等等的，都不是在要求别人什么，而是我们要达到。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为别人读，而是让我们更亲近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有很多状况，这也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样是两样的天平，在欺诈顾客？对别人我们就要呈现哇好像很棒一样，但是里面藏污纳垢的，别人看不到。然后看到别人一点点脏，就觉得哇那个人没有洗澡，哦那个人一直怎么样了，很严厉的指控别人。所以在耶稣那时候面对那个淫妇的时候，耶稣才会说：好，你们丢。如果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罪，就丢他吧，就丢吧。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人也双标啊，对自己视而不见，对别人就控告，就要把他丢死，照着法律来走，公事公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面对自己呢，闭口不言，怎么样都不能讲，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要求自己，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才有办法成为榜样，才不会进入这个双标。我们也是要帮助别人跟我们一样，不是跟我们一样烂，而是跟我们一样来寻求上帝，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也希望犹大跟他一样，甚至把犹大吃掉。虽然他们那时候通婚，而在当中也透过通婚把这些东西带到犹大，也让犹大国也沦陷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不诚实，他们说我们有钱了，我们发财了，没人敢指控我们发横财。但是我们看到他发横财怎样？前面讲到说两种天平，两种天平也就是一种欺诈，也就是一种欺骗。第9节说：我是上主，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我要使你们再住帐篷，像当初在旷野会见你们的时候一样。所以对你们有这么多祝福，你们有这么多恩赐恩典，而在当中你们却离开了，所以让你们回去住帐篷，回到那个情况一样。这样的过程不就是像前面在讲那淫妇一样吗？我要让他赤身露体，在他那些情夫的面前赤身露体，也就是让他们在那外族人面前赤身露体。所以当初我们看到，当他们再次回到帐篷的时候，在那旷野的时候，也类似这样子，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去拿邻居的那些东西。而在旷野当中，他们40年也耗费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衣服、鞋子没有穿破，没有穿坏，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也在当中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很重要的是，当他们都没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认真的去寻求上帝的面。我向先知说话，使他们看见许多异象，又借着他们警告我的子民。我想这当中先知有非常多位，不仅仅只是像圣经这样10几位，这当中有非常多的先知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上帝使用他们来向以色列人说话，让以色列人听到这些能够归回，所以让他们看见异象，借着他们警告子民。可是基列仍然充满罪恶和偶像，那些拜偶像的都要死亡。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直在主的面前，我们说我们都来到敬拜上帝，都来领受上帝恩典。
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有真的将自己摆在上帝面前吗？他们在吉甲向公牛堆献祭，他们的祭坛要变成荒野中的石堆。上帝要把这些都推倒，像圣经里面讲到南国的王，后来有一两位西底家，他们有一两位把这些全部都推倒了，把祭坛全部都毁坏了，把那些石柱全部都打掉了。而上帝也要做的也是如此，让以色列人去经历这一些。当他们不信靠上帝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些都推倒，要让这些成为荒野中的石堆。那些拜偶像的，就跟偶像一起死吧。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说，上帝出手很抽残，上帝很残忍、很残暴。但是我们整个来看，会看见上帝要这样做，其实也都是出于爱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能够好好去领受，去经历这一些，让他们去经历这所有一切。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更大的祝福给他们，要把这些恩典领到他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所有事情当中，都是上帝要祝福的，要恩待这以色列人，要帮助他们，要让他们归回。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所有经文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让我们回来看这些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不是只是陷入在那种抱怨埋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只专注在那些这边杀那边杀，但是当我们整个去读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看见上帝的心意。上帝透过先知要把人叫回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领受上帝的心？要让你回来，要让你身边的回来，而那些离弃的，而那些怎么叫都叫不回来的人，那就让他们陷入在那当中吧。先祖雅各逃难到米索不达比亚，为了娶妻，他在那里替人放羊。上主差派一个先知到埃及去，把那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解救出来，照顾他们。所以这当中都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雅各去到拉班那边去，上帝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以色列人激怒了上帝，他们的血债要归他们身上，他们藐视主，所以他要重重的惩罚他们。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大的恩典在以色列人身上，花了许多心思，要重价赎回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那悖逆的心，那种悖逆的心，所以以前我们教会也曾经讲过，说我们愿意重价的得着一个人，但是后续我们也看到，我们连1毛钱也不太愿意花。教会也常常就是如此，我们愿意花几百万得着一个人，但是当我们在花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为什么要花这种钱？当我们在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上帝要重价赎回我们的时候，并不是上帝不愿意花，而是会发现怎么样都叫不回来。但是当中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所能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你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叫，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比较好，你的生命没有依靠上帝，你没有得着上帝的恩典在你生命的彰显，也就是你生命没有见证，甚至你根本你的生命没有归回。很多人生命虽然只是来到教会而已，有来到教会就这样而已，
没有真实的归回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用了这么多的人要把以色列人叫回来，却叫不回来。要被叫回来的第一批人，也就是在教会的这些人，才会慢慢的拓展出去，在教会外的曾经来过教会或没来过教会的那些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批一批人其实都很需要恩典，但是在当中一批一批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用了这重价要将我们赎回，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依然不愿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这边说以色列人激怒了上帝，他们的血债要归他们身上。在今天经文当中，也让我们有点时间回来思想，耶和华也在对着以色列人说，上帝透过何西阿在向以色列人说，这些话也在对着你说，也在对着我们教会说，也在对着这个时代在说。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生命不再像以色列人这样一直在离弃你，一直在离开你。主，我们也感谢你，持续不断的让这些先知们，让许多的人来唤回我们，要呼召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完全的依靠你。亲爱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有主你的恩典与带领。亲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贴近你，让我们不是单单只说你要回来教会，而是我们生命要被你建造起来，也让我们能够踏出去建造别人的生命。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再次的摆在主你面前，愿你持续的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调整我们，修剪我们，让我们更像你。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心意。愿上帝赐福于你。